欢迎收听6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4章8到10节。路得记4章8到10节，我是你的家人。我们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3章6节。这奥秘的内容是这样：借着福音，外邦人得以跟犹太人同享上帝的福泽。他们是同一身体的肢体，并且分享上帝借着基督耶稣里实现的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要让每一个人能够跟他恢复那和谐美好的关系。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在整个历史当中来开展，从拿俄米到路得，从犹太人到外邦人，我们如果愿意相信，我们都能够成为在主里的家人。在2011年的9月，可口可乐他们推出一个全新的产品，在一个深夜里面，这个送货的卡车悄悄地把这些产品上到全国各地的超市和便利店的货架，上面呢印的呢不是可口可乐常见的品牌名，而是瓶瓶罐罐上印着澳洲最普遍150个英文人名，从 Adam 到 Zoe，A 到 Z 的名字150个。第二天，当人们去到超商，去到便利店，看见这些，好特别哦！这些品牌名让他们大感惊喜。于是大家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开始讨论，特别在 FB 上面，当时最流行的社群媒体，所有人都在问一件事情：这些可口可乐上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可口可乐没有在一开始就出面解释为什么这么做，而是这些粉丝们透过他们购买的行动和透过他们的疑问，可口可乐才正式宣布它的宣传。他们最直接而简单的回应就是：你叫什么名字？大家看见在这可口可乐上印的是他的名字，这也是头一回消费者不是被要求，不是被宣导要去买一瓶可口可乐，而是他们借着买好像上面印着自己英文名字的可口可乐，他们可以自己有属于自己的可口可乐，并且他们可以买给朋友分享，这是你的名字哦，这是我的名字哦。最后销售的结果怎么样呢？在当时那一年，每一年大概有 0.7% 渐渐萎缩的软饮料市场，竟然在分享可口可乐的这个活动期间，印着上面有许多自己的名字的可口可乐，使他们这个销售的目标还远远超过 7%， 让人看见了在这上面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不再只是我去买一个产品，而是我有一个属于我的可口可乐。我相信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对路得和拿俄米来说，真的在这个地方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天父透过波阿斯，让拿俄米和路得经历到他丰富的恩典，他的恩典是让我们回到他永恒爱的家。弟兄姐妹，我们回家了吗？天父邀请你，这里是你的家，我们要一起来回家。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还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
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回家，回家，回到天父永恒爱的家。他张开双臂，邀请我们一起来回家。拿俄米他做出一个选择，是他听见上帝应许他的子民有丰富的收成，他决定要回家。没想到愿意跟随他的路得，在人看来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上帝也为他预备永恒爱的家。今天的经文，众长老和犹太人们一起做见证。对人来想，这一个失去丈夫、儿子的家庭，看来没有指望，但是上帝为他们预备永恒爱的家。波阿斯他赎回了拿俄米还有路得，并且为以利米勒、基连、马伦在他们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也是上帝美好的心意。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很多时候是在告别式，讲的是指着这个死者，指着这个过去的人，他有永恒爱的家。但是活在现实、活在世上的我们，更是在活着的时候就有永恒爱的家。天父邀请他的儿女不用再流浪，不需要再惧怕，他已经为你我预备永恒的家。在世上我们能够一起回家，他透过教会我们一起回到我们归属的家。特别在我们恢复实体礼拜，真的是要邀请弟兄姐妹，不需要害怕，不用再流浪，我们要一起回到我们归属的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当我们愿意来紧紧抓住你，主啊，你带我们一步一步的开展这恩典的道路。你应许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主啊，你更让我们活在主你应许的家当中，透过在世上的教会，主啊，你显明你的心意，更是让我们一起回到你所为我们预备归属的家，使我们在这家中不仅是来寻求你，更是一起来建造属于你的家。这个是我们所归属的家，不论我们在哪里，主你都等我们回家。主，我们真是需要主你，我们要回到主你的家。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永恒的家，使我们活着充满盼望，使我们死了
也有添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你回家了吗？我们要一起回到我们归属的家。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